抢看平台之音的朋友，跟上大家嗨，欢迎收看周一六特别节目。今朝呢就特别请来谢亮来做客，谢亮辛苦呢长。好嘞，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前头3个礼拜六呢，就在带大家聊关于吃个话题啊。欣赏呢关于吃个平台节目。那么今朝呢是一个节目的上面一期节是吧？对个。是继续一个话题哈。对。一起来进入今朝的实际上的平台。谢亮，其实饮食文化对这个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从养出来开始，现在开始吃只，刚刚养出来，那么1个月满的这只是噶。留下来2个对吧？3满的，100天吧叫8日追。那么再下来嘛，上个18岁嘛成人礼只是噶。开去大学也小司仪也吃的。代理嘛，一位奶也吃是噶。大学毕业也吃。那么再下来呢，上个订婚嘛也吃。那么再新婚，再办3年吃，结婚吃，是嘛养子女吃。我留了20大岁、60大岁、70岁，过生日也吃，50大岁，再后一直到搿条路上想去的，搿嘛也吃，还吃，吃搿个哇，队伍饭，还是人家别避讳，因为肯定也吃个啦，所以你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出来吃。去也吃。其实饮食呢也是一种文化，其实是只要搿个机会，大家能够叙叙旧啊，朋友之间聚会啊，其实是更加增进相互的友谊亲情，你觉着呢？对个，所以讲你啦，搿闲话啊说得好，叫食色性也。有道理。2桩大事体，一个食吃，另外一个色，搿个南非弄错了，不是色哒哒的，色，这个色，啥个色呀？啊？喜欢美好的东西颜色的意思那就是人的本性。对，这倒也是。所以呢，菜的品相很要紧。所以那样样事体大不过一个吃。是个样。是个无罪不成义。有道理。吃得菜嘛，半夜谁吃烂醉？那么我前头讲过啊，最能我是最能我是，是也当想当着，夫妻嘛不和睦的。但是呢，我觉着假使搿个男人有冲头点，处理得当，有辰光夫妻关系会得更加和睦，更加恩爱。有啥经验透露？那我个表兄来3个呀，你也欢喜吃醉个。咁么像我前头讲个，有2个嘛，最起码衣裳嘛脱了，去搓浪了啥，一塌糊涂。我搿个表兄吃讲聪明，那现在半夜里向那来做面吃个，吃到半夜里回到屋里向，你还晓得哪哈？哪呀？高嘴巴困了床浪向，你往床浪向玩上去，就是困得一半，让打昏的味道，突然之间，望正高嘴巴个脚浪向，砰一脚，那高嘴巴踢到地浪向呀！高嘴巴巴啷当跪到地浪向嘛，高嘴巴也好了。那西瓜子吃菜吃了，最后弄个一脚踢到地浪向了。高嘴巴唱起身来，也像马三门吧，食是鸡美，悲是鸡夸。高嘴巴还分开口，搿最句先开口。你讲啥？讲话的啦，什么我？你落得那个女人，等我滚开点！我跟你讲，我个人是有家之物，有害人的人，我要对屋里向人负责的。你那个种女人别来勾引我，等我滚开点！那高子一听，感动是感动不叫真心，我个女人哎呀有良心啊，忍住痛，一声不响。重新爬到床浪向困觉，等到早浪想起来，厨房间里向鸡蛋、牛奶、蜂蜜，拿过去，或者来个起来吧，还是来吃牛奶吧。他们的牛奶里向一半是牛奶，一半是感动的泪水。你看，一种男人不晓得哈，来自以为吃借酒吐真言，好像是讲是吃太子最高子，个真爱话，我心里想追我高子母，你到外头个女别来打我饭，这种人是的哈。所以讲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，再是也吃不同这个罪，但是不同的人吃不同的罪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你讲的是该。那么，先两接下来搿只节目呢，也搭吃有关的。那么一顿饭呢？是有目的的吃，啥个目的？为了做美而吃。那一只节目就是灭金凤，能够为美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
做媒嘛做媒，哪会得用男歌来做媒？咁但是哪个做法呢？那那你做媒人嘛，你应该三个萝卜青嘛，媒人过来，哎，是该教人讲么喊点钱，该教人讲么啥个点钱，你那男歌会得做媒人？哎，这个神奇的人物，所以呢，做媒发展比较奇怪。对对对。那么一台来看一看。好的。往昔我西西山青的地当里，南房里向八记，明灯八载之下，举本一路过独舞海海。不是往昔你个良心特别好，你那有手举了啦，做什么口香那个浓了海个。当当地都在你的确，今朝早上起来随想吃鸡。吃到现在分吃上，那么现在一个要清，一个是要吃，就一拍一名目。谁都知道一台子个小菜妈妈，哦哟，王爷啊，老人家，那个小菜的啥子不错，是蛮嗨呀！哈哈哈，那口红色狮子头八到地旁，风拉入后台，哦哟。老身个黄头啊，为啥移菜了？吃得鸡你还可以寻寻看。是的。当中，搿只油不溜兮兮，黑天没他啥个门讲，扒了还太上一的。软骨啊！软骨，哎，还吃个？吃个。没法通风么？拿吃法子呢？领导，盖头小摊。啊，晓得，我盖头晓得。哎哟，王爷啊，搿只软骨啊。是个，南哥喊么子？你新朋友啊？是哇，那口里向太后蹦蹦沙，哎哟，沟子里个么子在活个呢，还在东街那去。上口。哦，上口啊！哎哟，这个王渣渣个啥名字啊？这个是金元宝。对，叫金元宝。对呀。非常好听的来，味道蛮好的。哦。这个油不溜兮兮的。这个是牛圆啊。牛油。扭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扭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是个。还不错。这个红的呢？这个是歪歪神。花椒歪神，来得谁一口？不错。这个呢？八个。这个。哎。这个是婆婆掌。七节婆掌。还应该。不错，鲜嫩。我的个啥？这个是金链条。淑芬。那叫力量的。对个。金力量。好听蛮好听，确实唔少接地带爸爸。哎呀，王爷啊。那哈。你到西房里向戏子师傅，弄么子弄得不清爽。啥火车？那没喝到南沟里向么弄两条大鱼了还。啥火？那这个是鱼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啊，这来内原本在。那个？这个不是银油，这个是海参。海参。哎。我当你言语的。海味之类长生不老哎。海味之类长生不老啊，上口啊，大鱼分吃过来。哦，王爷啊，我屋里向穷人，侪是用的满足块，你给他客气。用个香鸭块，请没请我吃盐鱼，个头面记得送的都脱，记得轻的挖脱，这样吃的门子还吃不上去。老爷啊，买这个香鸭块啊，要粗盆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牢的。我香鸭块要粗盆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了。不错。不但挖着，这样一口活得了也活得了，试试看啊。哎，灵感，王爷啊，这个么是第一了还是海的？这个要焖呢，你自家吃的。不是让我外分来得一便味的，你心急不过就挖死我去。这个重新再吃过。重新再吃过。那个？像啥带上的？要再酱油啊！我要再酱油噻，这么重新再来。还是谁都在海参分吃过，晓得吃。苏州城里人啊，的大人家经常真吃海参，吃得热了热的。啥记得啊？我引我当离门开心，晓得今朝的酒也喝不过，自家是空心肚皮，空心肚皮实际上种好酒，吃不多，一吃容易醉。
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4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·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冰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531-8586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，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这个5·1去哪里 ？TVCity 影视城8000平方米家居智能展厅率先开业，带来前所未有购物体验。6月份开始，影视城嘉年华各类美食餐饮、广电青少年培训中心，1000平方米全球最大电影剧目也即将陆续精彩亮相，快来 TVCity 影视城。所以西路西儿菜当当的，那现在等到第单说这个王姨啊，我让厂长去我台浪向，踏扑我搿只大海我打弄起来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哦哟，王姨啊，那搿只鸡个味道确实不错，哎呀，搿个王先为是太前头再难啊，真个花足功夫啊，搿个菜是实质个啊。我最欢喜的就是搿只南糕。对个。不是，里向个物事25岁人家20个，丰富。哦，最丰富了。蛋浆、海肉、粉丝、白菜，你想，哦哟，我刚才是他舌头刷也出来的。是啦，啊，我还有更加丰富的啦。你还有比我只南糕更丰富的菜？来，听开始啊。我这要清洁。第一碗爬下红灯铁大牛，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壁香，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。没的，丰富啊！还没唱完了哇？对，还有了哇？还有了，还唱了，还是看节目吧。好嘞，我刚才听懂了。听懂，我全部听噻，也是还听，菜也是还吃。那么，但是我想办着啊，就是你这一唱下去呢，我去呢第一个人。第个刺激吧，也叫上次刚来做嘉宾吧。你这歌名是要还了，要还人过舌尖上的月节。那个好文 C 里向有头茶。对，那个来讲我来做嘉宾呢，你就还是应该舌尖上的并来还跟你回答自己。我来这啥节目呢？我来这节目还看完。三线里向的3句话事情。哦，各位属灵的。灵的了。搿辰光个大人家真个看剧噶。厨房分大厨房、小厨房，大厨房嘛就是普通的，现在讲起来员工食堂。那么小厨房呢，现在新法再流行的闲话叫私人定制。私人定制，对，所以讲我等来讲再实惠，
那过去辰光侪叫底下头人，童儿啊、下头啊、佣人啊、姐夫啊，但是再社会呢，晓得是做啥事体？啥呀？厨房间里做厨师。哎，做厨师没啥个实惠呢。哎呀，做厨师愿意挣得多点。除脱工地之外，你为啥吃得多点？还要烤鱼啊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厨师，那电视剧里的他是有厨师啦。看节目啊，翻动起啊，鱼部分，就绝大部分是发回来当然，特别是过去屋里穷嘛，屋里穷嘛，做厨师，你背三个人做裁缝，背也扛得点布的。你讲现在裁缝扛用不起了，一个部队根本没用，搿些辰光背也扛点有的。所以有一个书生搿些辰光，读书人，你也想开店。哦，这个觉着读书不出头日脚。我也来开办店吧。结果呢，开办熟肉店。哦，熟食店。哎，熟食店。那么结果你硬呀，这个三熟菜的师傅一年到夜烤鱼，你做么做不来，又没有啥块，结果呢，还是清明节日，也是这样子肉食。你想我自家去整好，我自家动，可能还烤鱼了。所以个头面个读书人自家去当麻子一大块五花肉，回转来等在厨房间里自家开。一方，这样做你一方开个，46块，哎，开哈32块，32块，哎，你点哈11232，那么关键就是来去三吧，嘿嘿，我看你哪烤鱼，当热气糊汤，香气扑鼻，全部烧好，拿出来，哎，来看吧，别想我来看一看啊，掀开来1、2、3，耶，掉下来的是32块呀，不是。3么分着，但是觉着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异样，湿哒哒一毛么，哼，每一块肉浪把那个厨师全部劈脱一片，每块侪切开烤。哎个，头面个读书人有啊，我弄不过个厨子师傅啊，根本还没呢，讲没有还讲，车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气嘛也出不出，读书人，没办法回到房间里向。那么我个气也发泄出来呢，哈呢？对，去拿纸笔写书，写出来。读书人学问还是不错的，叫啥一怀而柔，一岁当有书，4句。那小法子呢叫出兵32，出兵的辰光32个兵，收兵16伤，完全是32。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。哥哥3岁伤，晓得没前面的，又是有的来战场上来发生着。所以讲这个厨师在哪里烤鱼，特别这种3厨房里向是专门帮蓝牙、太太、三家、公子专门订这么个菜的。不讲究这个成本计划，这也是得还吃，各种厨师更高还烤鱼，机会多点的。哎，更高点了。接下来各位厨师在俺烤鱼的。哪个厨师也烤鱼的家？那啥来教教？啥来教烤鱼？我烤鱼的不是为了自家，为做啥呢？为是大把好呀。这个，搿是大把好的魅力，我相信。大把好发展进展，超过李明浩，胜过多教授。搿是我相信是啥类是绝对是靠自由去把它大把好吃的。哎，是个样，那单相似。对。好，一道来看下头一个节目啊，3厨房实行。但是这个屋里见实力，手里个小开始吃，叮叮怒水呀，见是不菜的生炒肉丝，炒的点嫩，味道特别鲜，想让太太来这个欢喜吃。但是这两人的实力呀，心事重重，为啥呢？脸口中心内的火暗，哎呀，面孔憋起好问号。经常想要点个菜，就是不菜的生炒的肉丝，狗些个实力挑就了笔本，准备出水。出水做啥？烧些菜碗。一大份的肉丝放了旁边，鱼窝里向鱼菜做起，早上的硬上煎进去，但是刚刚点微分扬了。一只水腰里一戳，另外一只水菜单一拿。随着鱼肉样物，准备炒肉丝菜。啊，是嘞，这。哎呀，啥子活啊？真是。那么，小弟在此，这想也离了。
看个外婆肉。哎呦，这手里看我的嘞，眼睛迎上去。那么手里呀，那水里罗宾菜得了嘿呀，那个菜单要放脱个娘，到手里脱眼睛打上来嘛。哎呦，不够的，那胃里在吃它喂个菜单里呀。不用客套。哎呀，那个锅底上放一放。是。哎呀，你走一些娘。好的。眼睛弄到灯子通过来，不过放着离开这里也有点。做啥么？那些烧点菜啊，油里个鱼吞起来，哈哇呼的喉咙，哎呀，不受得讲。哎呀，你送啊！小弟刚受了啊！也就往里边浪向一走。哎呦啊！哎呀，姐，今朝你到这的嘞？是啊。平常不上场。因为司仪出了2个题目，命2位公子各做文章啊，他们做不做文章，叫小弟弟来东拿饭菜。说了出了饭菜嘛，将文章要杀出来。呀，死光的！你两个到底不出你也到杀他个嘞？文章不懂南京这样的呀？是。吃子才不能杀得出你。他们是这样讲的。你都是的。你都是倒对呀！我看你呀，否则2个倒对等了2个倒对一的，也够上的多气在。又不伤风了，口水刚够个。是啊。哎呀，今朝这边拿到你对对来试试。好啊。可你平常忙得嘞，大概他半子饭菜这样菜的。西方中事情太多了。哎呀，真今朝还几位？好的。哎呀，我啊，听那个配音。你想说收罪人哇？是啊。小弟乃是高手绅士。收罪人啊？哎呀，切的嘞！巧什么？那手里还是收罪人呀？我们2人倒是同乡啊。他乡你固执，这2个人讲得对句，讲你话的你落是啊，这倒是巧的。哎呀，这么收罪是了啥玩话呢？收罪是了大话，不可老实讲。我是在参观为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哎呀，切的嘞！巧什么？那我还是了山道上野蛮龙口。我把你进乡邻哇。你是乡邻。那么你叫啥个名字呢？我叫唐英家，满脱了海。小弟们叫康修。康熙，哎呦，这个名字还听着嘞。康熙嘛，还是龙康的康了，西米的西家。那不能想出来叫。是的。哎呦，这名字你还挺开个。你今年几岁呢？要是要调查我看的。小弟们今年18岁。18岁呀？哎呀，切的嘞。那也巧个叫。你巧什么？哎呀，我说的还是18岁呀。那你懂岁呀，懂岁。那么你啥辰光生日呢？要是那爸不是，那个生日，小弟们3月15，子时节生的。3月15，子时节生。哎呀，那个真是切的嘞！烦着那个哪？你切什么？我还是3月15，子时辰光养的。这样切日。当你一早走上来的。一早上搿搭啥个手讲？姐姐，此乃什么手啊？哎呀，那你一早对生日上来的呀？对生日哎呀，虎啊，我看你来做饭菜啊，最精最出，搿上节日说的语言之讲。别个负责再上脚。怎样？这样了我满头都挤这个下样，把你种子一双鞋子，送到你房间里放在那个上了。俺奴着讲。这个我房间里一双鞋子不摆了还拿着的。不过我当时阿哥弟兄记了我的，所以手里种子帮我扎个，哥们啦，说是分拿着里不考我个。姐姐，小弟拿到的。拿到的。哥们你俺这个你。这是分扎个。出过的。这个的。出过的。我们想去偷东西。不打。可是呀。不是呀。什么不是呀？哎呀，切的嘞！我最讲的这样对句嘛，旁边一个朋友忘记他也关乎着，啥个朋友忘记的，或是这个鱼也关乎着呀，上次或是飞滚8趟
好嘛，搿点鱼，巴啦啦啦啦，天天滚，美美滚，没有轻易的。搿个大家有体会，搿个么子还关火啊！一关火嘛，手里不来虎口，杀上头盒子里往上头，砰一碰后，大把后一看嘛，哎呀，这不可以后做两家。哎呦，这我了呀！你看，搿十里山摘菜的，搿是不好改，他是忙一个忙起的轰一来。不过你不慌不忙追过来，起个好改，往上头砰一改，那模样多一块古抹布，只听见里向扑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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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死！搿点鱼啦，本当要菜肉丝个呀，哪是个鱼藤烤不来海在？当时你唔把我给掀开来，抹布挤出来，咔一咔勾定三个鱼，送进菜屋去。这里一口嘛，哪不能追开噻？后里样子呀，真正红后山相府，到底呀对不是香呀？不过刚出一想嘛，我们也是想菜的。我我应过了比浪嘛，这心里也不舍得家。哎呦，哪是实里搿两只眼睛望着？对鱼里向搿点鱼口口，对个和兄弟忙忙，对个和兄弟忙忙，再对鱼里向搿点鱼口口。哎呀，个女人发火气的哇！再等我去的现在我晓得成功了，这个俺娘的这种思想山包比比呢，是立起身来，硬想往外头出去。大人刚刚到门口，只听见背里受得来咣一记大龙，流来哒哒，推吧！哎，你这么个嘛？说那我来个什么？对盘围过来一口嘛，哦，手里的菜肉丝，老公挂上声音的菜单上来个，哎，手里呀，你的菜肉丝拿老公挂上声音的娘，可不手里个菜肉丝真正好本事，非得炒得好归于名堂了呀！你一口嘛，油里个鱼粗不都是，一头份个肉丝啊，忙从我这里踩下去啊，咣，就一记大龙。流来不慌不忙，一只水汤眼里一戳，另外一只水菜单一拿，张面嘴上先来两句打勾，哒哒，推咣，肉丝飞出来，咣，肉丝飞出去，咣，对起咣，东起咣，对起东起，对起咣，对咣，哟好啊！肉丝这次炒好，我这鱼的那个。哎呦，啥来十八菜单菜肉丝，是吧？本事蛮喊个哇啦，有得水滴下来，我俩也是肉肉丝，十八鸡也能菜得少。哎，对个，哎，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三个杀类，是吧？例如人家实际上第海个厨师分鸡了，就是鸡那个杀类三菜，哎，这个名字起的，哎，十八菜单，这个一个名字蛮特色个，是个。哎，对，我所以讲一个菜，一个名字也蛮要紧嘛。菜名蛮重要，哎，是个。有一次我在一般3饭店去吃，哟，一看个名字。鲜青青的湖白娘娘，鲜青青湖白娘娘，哎呦，搿只菜，搿个啥个菜呀？我眼睛感觉蛮美个，哎，我眼睛点下去，而且高头也不贵啊，只有6块洋钿。搿是便宜。哎，我20钿，名字实际上听来只有6块洋钿，鲜青青的湖白娘娘3个字得了，你只要6块洋钿，啊，只有9块洋钿一个字。这搿只菜实惠个一点，结果端上来一口。三葱拌豆腐，三葱拌豆腐，也是葱不青的豆腐嘛，白个了。对，青青我白娘娘。我还讲一只菜为一清二白个这个对，搿种相同出来个名字啦，蛮多个。那么，但是往往侪是起一个海个感觉，拨人家侪是还是来点搿只菜吧。对个。那么呢，譬如讲为独脚好。独脚好，搿些辰光到乾隆皇帝也偏带的。独脚好是好这一只脚。哎，你看我是搿光乾隆皇帝说我到洋上下来吃么只有8只脚个好。你哪有独脚好1只脚个好脚？那么关只点搿只菜，结果人家第3年拿上来一看，放外头。一个第3年，一个呢叫搿个独脚好呢，伊来看呢还是有一只骨签来海个，一根牙。哎，这有点像个。叫独脚好。哎，对个。所以一种呢比较有趣味性，但是有一趟我上当上桌。哦，我去吃，哟，我看见搿只菜眼睛门睛挖得一亮的了。啥个菜呀？我正好无从点菜，因为点菜是真再难个。翻得来点来点去，结果搿只菜引人注目，4个大字：中国足球。
中国足球啊，我说中国足球那个是菜啊，不是蛋糕，你说蛋糕嘛，足球呀。中国足球嘛，我老师还会得，要么狮子队、鱼的，对，或者么乌人队，或者么啥个，我中国是鱼不隆咚的，搿飞去过里吧，我在底部高的也不贵，是的，还只有38块洋钿。38块。我说38块吃中国足球这么宏大一个主题啊！哎，哥子，那边第一只，就当当当送上来，一看嘛，想不落。啥么？那晓得啥个菜？不晓得。臭豆腐炖夹子。臭豆腐炖夹子。真假？那还得我这几口你节目啊，不国家队个人来，有国家队人看不来自家动一动脑筋。我希望发球个将来，搿道菜也换名字，中国足球。那啥么子啥呢？香椿内山夹子。哦。香喷喷的夹，香夹嘛，一菜侪有零。香喷喷的夹。哎。假使把在中国足球身浪向，不是香喷喷的夹，那个只叫香港夹。哎，真开心，真开心啊！但是有一只菜，不是一只菜一台硬的，因为我最开始个欢喜看菜名漂亮，我就掉下来。这个你一样看人漂亮啊，总归多看两个。是吧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那个菜名漂亮，我当然也给漂亮个点。结果有一趟，国菜也点硬来，我一看上头有种啥个酥嘴鱼丸了，啥个是大白花，我不点。结果看见一只心痛的感觉，心痛的感觉，我心啊跌起来的。这个蛮诗情画意的，很浪漫，哎，很浪漫的，很小资的，是我们文化人，就很高的呀，艺术家，我看80块，80块，那么啊，口气沉瑞，哎，我还，那么我就讲来，第一只硬脸，心痛的感觉，好，服务员下去了，钩子一下当，一只脖子拖上来，我一看，一瓶白开水。我想，为啥个海个白水啊？为啥个那种渔民的水一杯个嘛？我品试一品，不是水，水是开水。哦，服务员过来。上车脱着。先生，那哈，你按上车脱，分上车脱啊？还是该杯白开水啊？是个，那也80块的了。这个先生。这个是极其普通的一杯白开水，为什么80块呢？你讲，为什么80块？我这杯饮料叫啥个名字？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地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香，健康有道。4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.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屉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531-8586。心痛的感觉，那么朋友啊，我问你，现在你拿了水里向80块吃白开水，那是啥感觉？我心痛得不得了，也是心痛的感觉。哪一回事？80块啊，你吃杯白开水，是也心痛的呀。你对不了，你说的，你前头已经搭你讲了门子子，心痛的感觉，80块吃白开水。哦，先生，每个菜名真的是名不副实，是欺骗人。对，不过。名不副实的还原了，为啥个呀？所以说下来也请大家看个节目。啥个节目？那么真正叫名不副实的名字起的，正是它当中的干点心。那个名不副实是海星的名不副实。那在那里干点心是请来吃点心了，不晓得搿样物事是根本不好吃的。高食离神。为啥呢？因为陈菜我山子啊，你是个姑娘搞。对个啊。实际上石洞里的珍珠抽成功的白塔，送不了呢，也没把面子家。而且嘛，反正自尊心就强了海，你哪拿得进呢？咁么呢，在摊头不能吃个物事，是干个点心。咁么现在来看看珍珠塔丁粥。
周定爷的现在得跟过来嘛，提高不浪喊啊！爷的凄美动身，女子为玉华家，我为玉喊我了。放弃了，跟着我的回来，听见有的声音，阿这样讲，玉喊我哦，晓得。我走得匆忙，离眼睛闲话来不及讲。现在想着，所以再出来。这个我在听，眼睛来听，嘟噜，身体在走，姐姐，小弟回噻。哟，爷弟，女妓们为玉华家，肯定眼睛闲话来看呀。这张面孔看的是眼睛关，姐姐，什么事情？一地来，你们保重身躯为第一，太平盛非太平盛，该的心一路要虑神。一本正经勾出来，只有2句啊！我要当心啊，勾的心啊，礼仪呀，懂？刚才脑子里把点心，我想都分享，不出声来嘴巴，那么厉害，不是要想他，你哪想？你看想哪想？想3个字拼起来，一个言语言，一个身体的身，为一个擦称的称。言身称并起来想，你脑子不让没事，身体马上吹脱，随便个言称就脱。脑子不人讲没事，不想不人讲想脱。对不对？想一想是吧？都是姐姐，即使该的心一般。现在对你看看，我不是来谈讲你的，你我为我意思嘛？我这还再讲一遍，一的啦。哦，刚才是开个头，路上当心啊，各地什么礼仪啊，那礼下来嘛，正式眼睛下来着，来到毕恭毕敬，是姐姐，那。你们皇城虚楼迷你扎，一滴风霜也爱起身，该的心扎外也绿身。这里看看我小姑子呀，那个来着，也比我想的不够慎重。对不对？再讲一场，我来听中多声音，心里不牛了，笑出来我还听。都是姐姐，即使我大一把该的心，都是。现在听得出来是我是要问，你我是要的还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我再讲一遍，一的啦。风接浪嘎西沟头，月明是最美莫上映，该的心打去也绿神。看上去没啥大事体，对吧？是单一山，是不出声来对吧？哎呀，不睬我啊！哎，你不睬我，神经分明白哇？那是我刚才不放心，得跟过来，一的起居饮食你精神。文把事嗲的，该
的心里千万忧虑，神，放弃猜不猜？会了，忙这么一办，现在一看啊，我说个应该我噻，你也应该我嘛，我咋在那一边一的来。你们两的不可都得过，灵应姐弟要分明，该的心里时刻忧虑神。放心听到个他们动。王不放心，师不放心，搿把点心是拨我娘，非要拨我搬到中往里吃脱。你听呀，两地方小时候啊，为啥一个人过路走个辰光，不大容易觉着肚皮饿，手定身体心一定了，容易觉着肚皮饿，然后不要拿把点心吃脱子。搿么对你妈妈来放心的笃定。搿把点心哪怕碎脱、吹脱、买脱、来脱，我说大做900万。哪怕我肚皮饿不得了，网上说哎出来，我不吃。那个心，姐姐放心就是，小弟把这把该点心好于一比，比说好嘞，好比当年罗浪为主。贵凤此妻，3国年间，东吴有一个美人叫陆贞，有一次去参加个宴会，台上看见一角子，你拿2只扛了身边，临走的辰光，他们要隔壁一拱大地，不当心嘛，2只角子不落落得出来，当时场面非常尴尬。那么陆贞讲。我娘顶欢喜吃橘子，现在生命了床浪向，我看见鱼嘛打2只，想起我娘，大家肃然起敬。哦，大小子，方清为啥用搿只锅底呢？就是讲来把点心，我像2只橘子一样，扛了身边，扛得太平庄，想起我娘，哪种来放心路啊？家家带你看看，真正平安富士，得到太平庄嘛，真个叫祥子。哎，观众朋友，连续4个礼拜6，记得大家一来，是吧？来自蛮多有关吃的，是吧？饮食方面的，哎，吃个话题啊，那么吃个三话啊，回应了欣赏者很多有关吃的平台，哎，真个蛮有趣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么伊个节目呢也告一段落。其实有关吃的话题，吃的高头会很多，是吧？有机会再跟大家聊。是的。哎，观众朋友，这一路特别节目14两个平台，但今朝呢全部结束者，感谢那个收看，也谢谢3两来做客，谢谢啊！观众朋友，再会。再会。这个参考平台资源的朋友，感谢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路特别节目。今朝呢就特别请来3两来做客，3两辛苦你了。好嘞，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前头3个礼拜6呢，就在带大家聊关于吃的话题啊，欣赏呢关于吃的平台节目。那么今朝呢是一个节目的上面一期是吧？对个。是继续一个话题哈。对。一道来进入今朝的14浪的平台。对啦，其实饮食文化当前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从养出来开始也开始吃只，刚刚养出来，那么1个月满的这只是噶。留下来2个地方上满的，100日天包叫8日追。那么再下来嘛，上个18岁嘛10人里只是噶。开去大学也小事宜，那么吃着。代理嘛，鸭尾奶也吃是噶。大学毕业也吃。那么再下来呢，上个订婚嘛也吃。那么再新婚，再办3年吃，结婚吃，那么养小人吃。我留了20大岁，
60大岁，做不成，过生日也吃，60大岁，哎，再后一直到搿条路上想起的，搿么也吃，哎，还吃，哎，吃搿个哇，豆腐饭，啊，人家别避讳，因为肯定也吃个啦，对个，所以你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出来吃。但去也吃。其实饮食呢也是一种文化，其实是只要搿个机会，大家能够叙叙旧啊，朋友之间聚会啊，其实是更加增进相互的友谊亲情，你觉着呢？对个，所以讲你啦，搿闲话啊说得哈叫食色性也。有道理。两桩大事体，哎，一个食吃，哎，另外一个色，搿个南非弄错的，不是色哒哒少个色，这个色，少个色呀。啊。喜欢美好的东西哦，颜色的意思那就是人的本性。对，这倒也是。所以菜的品相很要紧。所以那样样事体大不过一个吃。哎，是个样。啊个是个无罪不成义。有道理。吃得菜嘛，半夜谁吃烂醉？那么我前头讲过啊，最能我是最能我是，是也当想当着，夫妻嘛不磨着。但是呢，我觉着假使搿个男人有撑头点。处理得当，有辰光夫妻关系会得更加和睦，更加恩爱。哦，啊，有啥经验推了推了？那我个表兄廿三个呀，你也欢喜吃醉个。咁么像我前头讲个，有两个把出去嘛，衣裳嘛脱了，好起错浪了啥，一塌糊涂。我搿个表兄吃个聪明，那现在半夜里向那来做面吃个，吃得半夜里回到屋里向，你也晓得哪哈？哪呀？高嘴巴困了床浪向，你。马上浪向晚上去，就是困得一半，让打昏的问题。突然之间，望正高嘴巴个脚浪向，砰一脚，我高嘴巴踢到地浪向呀！哎哟，高嘴巴巴啷当跪到地浪向嘛，高嘴巴也好了。那西瓜子吃菜吃了，最后弄个一脚踢到地浪向了。高嘴巴唱起身来也像马三门的，说是件美，悲是件夸。高嘴巴还分开口，搿最句谁开口？你干啥？讲话的啦，什么我？你落得来个女人，等我滚开点！我跟你讲，我个人是有家之物，冬儿啊、丫头啊、佣人啊、姐夫啊，但是再社会呢，现在是做啥事体？啥呀？厨房间里做厨师。哎，做厨师没放个实惠呢。哎呀，做厨师愿意撑得多点。除脱工地之外，你为啥吃得多点？这个烤鱼啊！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厨师那电视剧里头他是有厨师啦，看节目啊翻动起啊。有一部分，就绝大部分是发挥的。当然，特别是过去屋里穷嘛，屋里穷嘛做厨师，你半山高上做裁缝，半夜扛得点布的。你讲现在裁缝扛不起了，一个部队根本没用，搿些辰光半夜靠点油的，所以有一个书生搿些辰光读书人，你也想开店。所以我觉着读书不出头日脚。我也来开办店吧。结果呢，开办熟食店。熟食店。哎，熟食店。那么结果你硬呀，这个三熟菜的师傅一年到夜烤鱼。你做么做不来，又没有啥块。结果呢，还是清明节日，也是这样子肉食。你想我自家去整好，我自家动，看你还烤鱼了。所以个头面个读书人自家去当麻子一大块五花肉，回转来等在厨房间里自家开一方，这样做一方开个，16块，哎，开下32块，32块，哎，你点下1、5、1日32，那么关键就是来去啥吧？嘿嘿，我看你哪烤鱼，当热气糊汤，香气扑鼻，全部烧好，拿出来，哎，来看吧，别让我来看一看。掀开来1、2、3，哟，点下来它是32块呀。不是，3么分着，但是觉着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异样。稀稀哒一毛么，哼，每一块肉浪把那个厨师全部劈脱一片。每块来切烤。哎个。头面个读书人有啊，我弄不过个厨子师傅啊，咁哪能讲也还不还讲，车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气嘛也出不出，读书人，没办法回到房间里向，咁么我个气也发泄出来呢，哈呢，对，去拿纸笔写书，写出来，读书人学问还是不错的，叫啥一怀而柔，一岁大于书，4句，那小法子呢叫出兵。32出兵的辰光，32个兵，收兵16伤，就是32。
弟弟兵不散，弟弟兵不散，弟弟兵不散，哥哥在水上。晓得没前面的。又是又得来战场，也来发生着。所以讲，搿个厨师在让你考虑，特别搿种三厨房里向是专门帮来呀、太太、三姐、公子专门订做搿菜个。不讲究这个成本计划，这也是得好吃。搿种厨师更高还考虑。机会多点着。哎，更高点了。对我来搿位厨师带也考虑个。哪个厨师也考虑个家？那啥来教教？啥来教教？我考虑的，不是为了自家。为做啥呢？为是大把呀。这个，搿是大把搿点魅力，我相信。大把发展进展，超过李明浩，胜过多教授。搿是我相信是啥类是绝对是靠自由去把它大把吃个。哎，是个呀，那得相似。对。好，一道来看下头一个节目啊，三厨房实行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，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这个5·1去哪里 ？TV City 影视城8000平方米家居智能展厅率先开业，带来前所未有购物体验。6月份开始，影视城嘉年华，各类美食餐饮、网店、青少年培训中心，1000平方米全球最大电影剧目也即将陆续精彩亮相，快来 TV City 影视城。所以西路小菜当当地，那现在等到第当中，这个王姨啊，我让唱的，西路台浪向，他铺路给他大海我打拿起来。咚！哦哟，王姨啊，那个炸鸡个味道确实不错，哎呦，这个王先为是太前头在门啊，真个花足功夫啊，这个菜是实质个啊。我最欢喜的就是个炸南瓜。对个。不是，里向个么子你苏州人家20个，丰富。哦，太丰富了。蛋饺、海肉、粉丝、大菜，你想，哦哟，我刚才是他舌头刷也出来的。是啦，是。啊？我还有更加丰富的啦。你还有比我炸南瓜更丰富的菜？来，听开始啊。我得要清洁。第碗爬下红灯铁大牛，第2碗又见鱼儿破壁香，第3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4碗扒菜香干炒千张。没的。丰富啊！还没唱完了哇？对，还有了哇？完了，完唱了。还是看节目吧。好了，我道菜也听懂了。听懂，我全部听噻，也是好听，菜也是好吃。那么，但是我想办着啊，就是你这样唱下去呢，我去呢，第一个人。做嘉宾，也叫啥子刚来做嘉宾吧。你这歌名是要还了，要还人过舌尖上的月节。那个好文声里向有点大。对，那个来讲我来做嘉宾呢，你就还是应该舌尖上的平台还跟就会得自己。我来做啥个节目呢？我来做节目还看完。三线里向个3厨房实行。哦，各位属灵的。灵的是吧？搿辰光个大人家真个看剧噶。厨房分大厨房、小厨房，大厨房嘛就是普通的，现在讲起来员工食堂。那么小厨房呢，现在新法再流行的闲话叫私人定制。预改。对，所以讲我跟你讲，再实惠。那过去辰光在家底下的人。不错，这个人
八个。哥哥，哎，这个是婆婆杖。七节婆婆杖。哎，还应该。不错，先生。我的个啥？这个是金链条。淑芬。那叫莉莉个。对个。金莉莉啊。好听听蛮好听，确实唔少接你大爸爸。哎呀，王姨啊。那哈。你到西房里向狮子师傅，弄么是弄得不清爽。啥话错？那没喝到南沟里向么弄两条大鱼了还？啥话？那这个是鱼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啊，这来你原本在。那个？这个不是银油，这个是海参。海参。哎，我当你言语的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哎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啊！上课啊，大鱼分吃过来。王女啊，我屋里向穷人，侪是用的满足块，你给他客气，用的2万块，请不请我吃言语？个头名记得送的都脱，记得轻的挖脱，这样吃的门子还吃不上去。老爷个买这个2万块啊，要出门子里走一走，那么见得了的。我2万块要出门子里走一走，那么记得了？不错，不但挖子，这样一看，活得了也活得了，试试看啊！灵个，王姨啊，这根本是第一了还是海的？这个要闷呢，你自家吃的。不是让我外分来得一便米的，你心急不够就挖死我去。这个重新再吃过。重新再吃过。那个？像啥带上的？要再酱油啊！我要再酱油噻，这么重新再来。还是谁多子海参分吃过，吃得起。苏州城里人啊，的大人家经常真吃海参，吃得越来越多。啥记得我引我当离门开进，晓得今朝的酒也喝不过，自家是空心奴婢，空心奴婢这样种好酒吃不多，一切容易醉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香，健康有道。4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.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兵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531-8586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有些人的人，我要对屋里向人负责的。你那个中军别来管我，等我滚开！你搞起不一听，沟通是沟通不叫这些，那个女人哎呀有良心啊，忍住痛。一声不响，重新把在床上向困觉。等到早上想起来，厨房间里向鸡蛋、牛奶、蜂蜜。我过去，或者来个起来吧，还是来吃牛奶吧。那个牛奶里向一半是牛奶，一半是感动的泪水。你看，一种人就不晓得啊。来自以为吃借酒吐真言，好像是讲是吃台子嘴瓜子，个真爱话，我心里想追我家猪，你到外头个女翻来打我饭，这种人是的。所以讲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节日也吃不同这个罪，但是不同的人吃不同的罪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你讲的是该。那么先两接下来搿只节目呢，也搭吃有关的。那么一顿饭呢是有目的的吃。啥个目的？为了做美而吃。喏，一只节目就是灭金凤，能够为美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做
做媒嘛做媒，然后得用男狗来做媒，咁但是哪个啥呢？太太，你做媒人嘛，你应该三个萝卜青嘛，媒人过来，是该教人讲的喊电器，该教人讲啥个电器，你那男狗会得做媒人？哎，这个神奇的人物，所以呢，做媒方式比较奇怪。对。那么一起来看一看。好的。王西母西西山青的地当里，南房里向八气，明灯八载之下，举本一路过大雾海海。不是王西你个良心特别好，你那有手举了啦，做什么口香那个浓了还有。班上的都在你的确，今朝早上起来随想吃鸡。吃到现在分吃上，那么现在一个要听，一个是要吃，就一拍一命。谁多少的一来这个小菜妈妈，哦哟，王爷啊，那你个？那个小菜的啥子不错，是蛮嗨呀！哈哈哈，那口红色狮子头，八朵地胖，风拉入后台，哦哟。拉身过黄头啊，为啥移菜了？吃得鸡你还可以寻人看。是的。当中，搿只油不溜兮兮，黑天没他啥个门家，扒了还太上一等。软骨啊！软骨。还吃个？吃个。没法通风么？拿吃八子人。领导。给的小摊。晓得。我给的晓得。哎呦，王姨啊。搿张软骨啊。是个。软骨还没是。你姓朋友啊？是哇，内口里向太后蹦蹦杀，哎呦，骨子里个么子在活个呢，这个总该来看。上口。上口啊！哎呦，这个王渣渣的啥名字啊？这个是金元宝。对，叫金元宝。对个。比较好听的来，味道蛮好的。啊。这个油不溜兮兮。这个是牛圆啊。牛油。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扭滴滴，抖抖悠悠。是个。还不错。这个红的呢？这个是歪歪神。花叫歪神，难得谁一口？这调是无口的。小弟们今年1日不睡。是不睡呀？哎呀，切的嘞！那有吃个叫？你吃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说的还是不睡呀。那你动手呀，动手。根本你啥辰光生日呢？也是那爸不是那个生日，小弟们啊，3月15，子时节生的。3月15，子时节生。哎呀，那我真切的嘞！烦的那个呢？你切什么？我还是3月15，子时辰光养的。好。这样切日。当你一只手上来给。一只手啊，搿只啥个手讲？姐姐，此内什么手啊？哎呀，当你一只对三手上来个呀？对三手，哎呀，婆婆啊，我看你来做饭菜啊，最精最出，搿上节日说的有样子讲。别个负责再上脚。嘿，怎样？这样了哦，馒头都挤个好样，当你做子一双鞋子，送到你房间里放在那个上了。按50家。这个啊，我房间里一双鞋子不摆了还弄啥个？不过我当时阿哥弟兄既然我搭个，所以那手里做子帮我扎个，对不啦？说是分我上里不考我个。姐姐啊，小弟拿到的。拿到的。根本你按这个你。这是分扎个。出国的。真的啊？出国的。我想要去偷东西。不打。可是呀。不是呀。什么不是呀？哎呀，切的嘞！我最讲的这样头机嘛，旁边一个朋友忘记他也关乎人，啥个朋友忘记的，或是这个鱼也关乎人呀。不管上次或是飞滚把他们搿的鱼，巴啦啦啦啦啦，气滚美滚没有轻易的，这个大家有体会，这个么子还关乎啊？一关乎嘛，手里不来虎口，杀上头或是的往上头，砰一碰后面，大把后一看嘛，哎呀，这不可以后做了呀！哎呦，这鱼我了这个呀！你看，搿10里3小菜，搿是不好改，它是忙一个忙起的红一来。不过你不慌不忙追过来，起个好改，往上头烫一改，
那模样多一块胡麻布，只听见里向扑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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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死！搿点鱼啦，本当要菜肉丝个呀，哪是个鱼藤烤不来噻？但是你唔把我给掀开来，麻布挤出来，咔一咔勾定3个鱼，重新踩下去，这里一口嘛，哪不能追开噻？后里样子呀，真正红后上相似，到底呀对不是相呀？不过刚出一想嘛，我们也是想猜的，我何应过了比浪嘛，这心里也不舍得家。哎呦，哪是实力搿两只眼睛望着，对鱼里向搿点鱼口口，对个和兄弟望望，对个和兄弟望望，再对鱼里向搿点鱼口口。哎呀，个女人要发火气的哇！再等我去的先才会晓得成功了。这个娘的这种思想山包比比呢，是立起身来又想往外头出去，大人刚刚到门口，只听见背里受得来咣一记大龙，流来哒哒，推推推推了推起推起推吧，这你听那个说那我来个什么？对盘围过来一口嘛，哦，手里的菜肉丝，老公挂上声音的菜单上来个，哎，手里呀，你的菜肉丝拿老公挂上声音的娘，可不手里个菜肉丝真正好本事，非得炒得好归于名堂了呀！你一口嘛，鱼里个鱼粗不都在，一头这么肉丝啊，马上我这里踩下去啊，咣，就一记大龙。流来不光不忙，一只水汤眼里一吐，另外一只水菜刀一拿，张面手上先来两起打鼓，哒哒，推推推推推推推咣，肉丝飞出来，咣，肉丝飞出去，咣，对起咣，东起咣，对起东起，对起咣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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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咣，哟好啊！肉丝这次炒好噻。我这鱼蛋的。哎呦，啥嘞？10把菜单菜肉丝，是吧？本事蛮喊个哇，是吧？有得色个。我俩也是弄肉丝，10把鸡也能菜得少。哎，对个，哎，所以实际上是一个3个啥类？是吧？例如人家实际上点海个厨师分鸡来，谁是鸡来个啥类啥菜？哎，这个名字起得哈。哎，10把菜单，菜到一个名字蛮特色个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我所以讲一个菜，一个名字也蛮有。菜名蛮重要。是个，有一次我在100、300店去吃，哟，一看个名字。山青青的湖白娘娘，山青青湖白娘娘，哎呦，搿只菜，搿个啥个菜呀？我眼睛感觉蛮美个，哎，我眼睛点下去，而且高头也不贵啊，只有6块洋钿。搿是便宜。哎，我20点，名字实际上听来只有6块洋钿。山青青和湖白娘娘3个字的了。平台2这个参考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跟上大家嗨，欢迎收看周一6特别节目。今朝呢就特别请来3亮来做客，3亮辛苦呢子。好嘞，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前头3个礼拜6呢，就在大家聊关于吃个话题啊，欣赏呢关于吃个平台节目。那么今朝呢是一个节目的上面一期是吧？对个。是继续一个话题哈。对。一道来进入今朝的10浪的平台。对啦，其实饮食文化当前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从养出来开始，也开始吃只，刚刚养出来，那么1个月满的这只是噶。留下来2个对吧？上满的，100日天包吃8日醉。哎，那么再下来嘛，上个18岁嘛10人里只是噶。开去大学也小事意，那么代理嘛，野味呢也吃是噶。大学毕业也吃。哎，那么再下来呢，上个订婚嘛也吃。哎，那么再新婚，再办3头吃，结婚吃，再么养小人吃。我留了20大岁、60大岁、70岁过生日也吃，80大岁，哎，再后一直到搿条路上想起的，搿么也吃，还吃，吃搿个哇，豆腐饭，人家非必为，因为肯定也吃个啦，对个，所以你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出来吃，
对，去也要吃。其实饮食呢也是一种文化，其实是只要搿个机会，大家能够叙叙旧啊，朋友之间聚会啊，其实是更加增进相互的友谊亲情，你觉得呢？对个，所以讲你啦，搿闲话说得好，叫食色性也。有道理。两桩大事体，一个食吃，另外一个色，搿个南非弄错的，不是色哒哒的，色，这个色，啥个色呀？啊，喜欢美好的东西。哦，颜色的意思。那就是人的本性。对，这倒也是。所以菜的品相很要紧。所以那样样事体大不过一个吃。是个样。啊个，是个无罪不成宴。有道理。吃得菜嘛，半夜谁吃来醉？那么我前头讲过啊，最能我是最能我是，是也当想当着，夫妻不和睦着。但是呢，我觉着假使搿个男人有冲头点，处理得当，有辰光夫妻关系会得更加和睦，更加恩爱。哦，有啥经验推了？那我个表兄蛮三个呀，你也欢喜吃醉个。咁么像我前头讲个，有两个把出去嘛，衣裳不脱了，好起错浪了啥，一塌糊涂。我搿个表兄吃个聪明，那现在半夜里向那来做面吃个，吃得半夜里回到屋里向，你也晓得哪哈？哪呀？高嘴巴困了床浪向，你往床浪向晚上去，就是困得一半让打昏的不人，突然之间。望正高嘴巴个脚浪向，砰一脚，我高嘴巴踢到地浪向呀！哎哟，高嘴巴巴啷当跪到地浪向嘛，高嘴巴哎呀好了。那西瓜子吃菜吃了，最后弄个一脚踢到地浪向了。高嘴巴唱起身来也像马三门吧，说时间慢，办时间快。高嘴巴还分开口，搿最句先开口。你干啥？讲话的啦，什么我？你落得来个女人，等我滚开点！我跟你讲，我个人是有家之物，有血人的人，我要对屋里向人负责的。你这个种女人非要来管我，等我滚开点！那家之物一听感动是感动不叫真心，我个女人哎呀有良心啊，忍住痛，一声不响。重新把在床浪向困觉，等到早浪想起来，厨房间里向鸡蛋、牛奶、蜂蜜，拿过去，或者来个起来吧，还是来吃牛奶吧。他们的牛奶里向一半是牛奶，一半是感动的泪水。你看，一种男人不晓得啊，来自以为吃借酒吐真言，好像是讲是吃台子最瓜子，个真爱话，我心里想追我瓜子，你到外头个女翻来打我饭，一种男人是的。所以讲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节日也吃不同这个罪，但是不同的人吃不同的罪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你讲的是该。那么，先两接下来搿只节目呢，也搭吃有关的。那么一顿饭呢？是有目的的吃，啥个目的？为了做美而吃。喏，一只节目就是面金凤，南狗为美，对个。你想想看，做美嘛做美，哪会得用南狗来做美？咁但是哪做啥呢？那你做美人嘛，你应该三个萝卜青嘛，美人过来，是该教人讲的喊点钱，该教人讲啥个点钱，你那南狗会得做美人？这个神奇的人物，所以呢，做美方式比较奇怪。对。那么一起来看一看。好个。往昔我西西山青的地当里，南房里向八岁，明灯八载之下，举盆一路过大雾海海。不是往昔那个良心特别。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牛气。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这个5一去哪里 ？TV City 影视城8000平方米家居智能展厅率先开业，带来前所未有
购物体验。6月份开始，影视城嘉年华各类美食餐饮、网店青少年培训中心，1000平方米全球最大电影剧目也即将陆续精彩亮相，快来 TVCity 影视城。所以西路小菜当当地，那现在等到第当中，这个王姨啊，我让唱的，西路台浪向，他铺路给他大海我打弄起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哦哟，王姨啊，那个炸鸡个味道确实不错，哈对。哎呀，这个王先为子太前头在门啊，真个花足功夫啊，这个菜是实质个啊。我最欢喜的就是个炸牛角。对个。不是，里向个么子你收最人家20个，丰富。哦，最丰富了。蛋浆、海肉、粉丝、大菜，你想，哦哟，我刚才是他舌头刷也出来的。是啦，一定是。啊？我还有更加丰富的啦。你还有比我炸牛角更丰富的菜？来，听开始啊。我得要请节。第碗爬架红灯铁大牛，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壁香，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扒菜香干炒千张。没的。丰富啊！还没唱完了哇？对，还有了哇？还有了，还唱了。还是看节目吧。我道菜啊，听懂了。听懂，我全部听噻，也是好听，菜也是好吃。那么，但是我想办着啊，就是你这样唱下去呢，我去呢，第一个人。做嘉宾，来介绍主刚来做嘉宾吧。你这歌名是要换了，要换成个舌尖上的月节。那个好文字里向有点差。对，那个来讲我来做嘉宾呢，你就还是应该舌尖上的平台还跟就会得自己。我来做啥个节目呢？我来做节目还可以。三线里向的3日房事情。哦，各位属灵的。另外啦。搿辰光个大人家真个看句个。厨房分大厨房、小厨房，大厨房嘛就是普通的，现在讲起来员工食堂。那么小厨房呢，现在新法再流行的闲话叫私人定制。预改。对，所以讲我等来讲再实惠。那过去辰光在家底下头人，东儿啊、丫头啊、佣人啊、姐夫啊，但是再实惠呢，现在是做啥事体？厨房间里做厨师。做厨师没放个实惠呢。哎呀，做厨师鱼撑得多点。他工地之外，因为还吃得多点。他不是烤鱼啊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厨师，那电视剧里的他是有厨师啦。看节目啊，翻动起啊！鱼部分，就这大部分是分为当然，特别是过去我屋里穷嘛，屋里穷嘛，做厨师，你摆3个人做裁缝，背也扛得点布的。你讲现在裁缝扛不起了，一个部队根本没用，搿些辰光背也扛点有的。所以有一个书生搿些辰光，读书人也想开店。结果觉着读书唔不出头日脚。我也来开办店吧。结果呢，开办熟肉店。熟食店。熟食店。那么结果你硬呀，这个三熟菜的师傅一年到夜烤鱼，你做么做不来，又啥块？结果呢，还是亲民现在，也是这样子肉食。你想我自家去整好，我自家动，看你还烤鱼了。所以个头面个读书人自家去当麻子一大块5花肉，回转来等在厨房间里自家开。一方，这样做一方开个，16块，开下32块，32块，你底下1、5、10、32，那么关键就是来去3吧，嘿嘿，我看你哪烤鱼，当热气糊汤，香气扑鼻，全部烧好，拿出来，来看吧，别想我来看一看，掀开来1、2、3，哟，跌下来它是32块呀，不是。3么分着，但是觉着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异样，湿哒一毛么，哼，每一块肉浪把那个厨师全部劈脱一片，每块在切开个头面个读书人有啊，我弄不过个厨子师傅啊，咁哪能讲也还不还讲，车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气嘛也出不出，读书人，没办法回到房间里。你那有手举了啦。
做什么口香那个浓了还有。班上的都在你的确，今朝早上起来随想吃鸡，吃到现在分吃上。那么现在一个要听，一个是要吃，就一拍一命了。谁都知道一来这个小菜妈妈，哦哟，王爷啊，老人家，那个小菜的啥子不错，是蛮好啊。哈哈哈，那口红色狮子头，八朵地旁，风腊月后台，哦哟，拉身个黄头啊，为啥移菜了？吃得鸡你还可以寻人口。是的。当中。搿只油不溜兮兮，黑天没他啥个门讲，挂了还太上一的。软骨啊，软骨，还吃个？吃个。没法通风么？拿吃法子呢？领导，给点小汤。啊，晓得，我给点晓得。哎哟，王姨啊，搿张软骨啊，是个。软骨好么子？你新朋友啊？是哇，那口里向太后蹦蹦杀，哎哟。骨子里个么子在活个呢，这个总该了是。上口。哦，上口啊！哎呦，这个王渣渣的啥名字啊？这个是金元宝。对，叫金元宝。对个。非常好听的来，味道蛮好的。啊。这个油不溜兮兮。这个是牛圆啊。牛油。扭扭滴滴，团圆圆。扭滴滴，团悠悠。是个。还不错。这个红的呢？这个是歪歪神。花椒歪神，来得谁一口？不错。这个呢？八个。这个。这个是泡泡掌。七节泡掌。好听的。不错，鲜嫩。我的个啥？这个是金链条。淑芬。那叫力量的。对个。金力量。好听蛮好听。吃是唔少接地带呱呱。哎呀，王姨啊，那哈，你到厨房里向洗子师傅，弄么子弄得不清爽。啥我错？那没喝到南沟里向么弄两条大鱼了还？啥货？那这个是鱼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啊，这来内原本在。那个？这个不是银油，这个是海参。海参。我当你言语的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哎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啊！上口啊，大鱼分吃过来。王女啊，我屋里向穷人，侪是用的满足块，你给他客气，用的2块，请没请我吃言语，个头名记得送的都脱，记得轻的挖脱，这样吃的门子还吃不上去。老爷个买这个2块啊，要粗本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了的。我2块要粗本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了。不错。不但挖着，这样一口活得了也活得了，试看啊。灵感，王姨啊，这根本是第一了还是海的？这个要焖呢，你自家吃的。不是让我外分来得一片味道，你心急不够就挖死我去。就是重新再吃过。重新再吃过。那个？像啥带啥的？要再酱油啊！我也在酱油的，这么重新再来。还是谁都在海参分吃过，吃得起。苏州城里人啊，的大人家经常真吃海参，吃得越来越的。啥记得啊？我引我当离门开进，晓得今朝的鸡也喝不过，自家是空心奴婢，空心奴婢这样种好鸡吃不多，一吃容易醉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
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4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.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鞭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531-8586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。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。那么我个气呀发射出来呢，呢？对，去拿纸笔写书，写出来，读书人学文还是不错的。叫啥？一怀而柔，一岁大于书，4句。那小法子呢？叫出兵32，出兵的辰光32个兵。收兵16伤，同就是32。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。哥哥3岁伤。晓得没前面的。又是又得来再上来发射着。所以讲这个厨师在让你考虑，特别这种商业厨房里向是专门帮来呀、太太、小姐、公子专门订这么个菜的。不讲究这个成本计划，这也舍得好吃。各种厨师更高还考虑。机会多点着。更高点。对我来各位厨师在也考虑的。哪个厨师也考虑的家？那啥来教教？啥来教教？我考虑的，不是为了自个。为做啥呢？为是大把货呀。这个，这是大把货的魅力，我相信。大把货发展进展，超过李明浩，胜过多教授。可是我相信是啥类是绝对是靠自由去把那大把货吃的。哎，是的呀，那得相似。对。好，一带来看下头一个节目啊，3线3地方实行。但是这个屋地建设里，设立个小菜是吃，叮叮怒水呀，就是不菜的生炒肉丝，炒的点点嫩，味道特别鲜，想让太太来这个欢喜吃。但是给两人的手里呀，心事重重，为啥呢？脸口中心美的河岸，哎呀，面孔憋住和文哈。经常想要点个菜，就是不菜的生炒的肉丝。高些个手里挑就热笔本，准备出水。出水做啥？烧些菜哇。一大份的肉丝放在旁边，鱼窝里向鱼菜做起，再把你硬上煎进去。但是刚刚点未分洋了，一只水压力一搓，另外一只水菜单一拿。随真巨锅羊们准备炒肉丝菜。啊，是嘞，这。哎呀，上火了！真是。那，小弟在此，这相遇来了。唱个外婆肉。哎呦，这手里看我的嘞，眼睛迎上去。咱们手里呀，拿水里拿饼菜得了嘿呀。那个菜单要放特个娘，到手里太要紧，打上来嘛。哎呦，不够当，那为里在吃它，为个菜单里呀。不用客它。哎呀，你这不地方放一放。是。哎呀，你走一些娘。好的。眼睛拿着凳子通过来，不过放着离开这里也有点。做啥么？爱些烧些菜啊，鱼窝里个鱼吞起来，哈哇呼的喉咙，哎呀，不受得讲。哎呀，你送你啊！小弟刚受了啊！也就往里边浪向一走。哎呦啊！姐，今朝你到这的嘞？是啊。平常不上菜。因为司仪出了2个题目，命2位公子各做文章啊，他们做不做文章，就小弟前来东拿饭菜。说了出了饭菜嘛，将文章要杀出来。呀，西瓜的！你两个到底不出你也多杀出个来，分账不动脑筋想的呀，是吃死谁不能杀得出你？他们是这样讲的。你都是的。
队呀，我看你呀，说是两个大队等了两个大队一打，也够上的多气在。又不伤风了，瞌睡又讲够个。是啊。哎呀，今朝随便拿着你袋袋来试试。好啊。可你平常忙得嘞，少给他半子饭菜是也吹的。虽然种事情太多了。哎呀，真正今朝还几位？好的。哎呀，我啊，听那个配音，你像是苏州人哇？是啊。小弟俺是高手绅士。苏州人啊？哎呀，切的嘞。巧什么？那实力还是苏州人呀。我们两人倒是同乡啊。他乡女故知，这两个人讲着对句，讲你话的你落是啊，这倒是巧的。哎呀，那么苏州是了啥玩话呢？苏州是了大话，不可老实讲。我是在参观为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哎呀，切的嘞！你巧什么？那我怕是了山道上野蛮龙口。我把你进乡邻哇。你是乡邻。那么你叫啥个名字呢？我叫唐英家，满特了海。小弟们叫康秀。康熙。哎呦，这个名字还听着嘞。康熙嘛，还是龙康的康了，西面的西家。那不能想出来叫。是的。哎呦，这名字你还挺开的。你今